各位同學大家好，今日咧我哋咧就試下用能不能呢一首歌咧去講下其中一個技巧，就係音域啦。因為咧好多時候咧我哋彈琴咧都係淨係彈中間啊嘛，即係譬如可能係1、2、3、4、1咁樣啦。咁我哋可以試下咧用唔同嘅音域，例如係高音啊、低音啊，再混合咁樣去彈嘅。咁我哋咧試下用呢一首歌嘅前奏先啊。好，呢一度嚟講咧，其實你聽落去你自己會選擇用乜嘢嘅音域啊？你會唔會係？你會唔會用咁低音咧？定係你選擇用高音咧？咁個答案咧就係、其實係隨你喜歡嘅，因為咧你用高音同埋低音咧帶出嚟個感覺咧就係好唔一樣啦。咁簡單啲嚟講咧，即係低音咧就會比較 grand 啲啦，沉實啲啦，有力量啲啦。咁而高音咧就可以咧俾到一個比較薄啲啦、輕鬆啲啦，或者觸動啲啦，好似有啲通透感咁樣咯。咁所以咧，你彈琴嘅時候咧就可以建立自己嘅風格啦。咁我建議咧，大家練習嘅時候咧就係你低音又彈下，高音又彈下咁樣咯。咁我哋咧進入正歌嗰度咯喎。我屬於你。一開始咧，我就俾大家一個示範咧，就係我哋用一個比較高音少少嘅，即係咧由呢一個 G 開始去彈啊。咁你可以彈呢個啊，彈呢個啦。咁我哋就試咗呢個先啊。咁就會個效果咧就係我屬於你，你是我永遠的福分，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獻上敬拜。好啦，呢度咧我就會當中咧加入少少嘅停頓啦。你聽到咧我就係彈一下，跟住就冇啦，冇啦。我哋咁樣咧就可以咧製造一個咧留白，咁人哋咧啱啱進入個敬拜嘅時候咧，就可以有一個深情啲嘅感覺咯，就唔係咧一開始咧就硬塞好多嘢俾你啦。即係你如果你一開始啦嗰首歌係我屬於你，哇！你都覺得好即係未入到狀態噶嘛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咧就試下咧一齊由靜開始，係啦，由高音開始。好啦，咁慢慢咧你就將你個高音咧可以再將佢移去低嗰度啦。咁呢一樣嘢你可以點樣做咧？就係當呢一首歌可能你唱完第一次正歌，咁你會再唱第二次正歌噶嘛？咁你咪將佢轉做低音咯。OK， 嗱示範下啦喎。在你的柔美，細想一切被黯淡，除你以外，我還能有誰？我屬於你，你是我永遠的福分。好啦，喺呢個時候咧，你加入一個低音呢度嘅，即係你呢個1個8度、2個8度、3個咁樣加落去。咁你聽起上嚟咧就會沉實啲，有個對比喺度啦。你一開始係我屬於你，即係好溫柔、好輕聲咁樣嘅。當你唱到第二節嘅時候咧，我屬於你，就好似一個係肯定嘅意思啦，咁樣咯。咁所以呢個咧，我哋就稱之為咧，我哋彈琴裡面嘅層次咁樣咯。咁你就會有唔同嘅層次感覺帶出嚟啊，咁就唔會咁悶啦。咁我哋咧繼續彈落去咯喎。
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獻上敬拜。好啦，你其實咧低音咧就唔係一定咧，第二個階段咧就係唔一定係要一路彈低音、彈低音、彈晒成節，彈高音、彈高音咪彈晒成節咁樣，可以交替咁樣去運用嘅。舉個例子就好似呢個殿中敬拜咁，咁呢度係咪有個空間喺度啊？咁你咪可以加啲高音落去咧，即係譬如可能個高音係咁樣嘅，可能係 Do Re So 咁樣嘅，你可以就係一個滾軸嘅，或者咧你由上面落嚟嘅，都得嘅，咁個效果就係咁樣啦。你彈個 G 啦 ，G， 係啦，或者再嚟多次啦，彈上去嘅，係咁樣咯，就作為一啲裝飾啦。咁啊高低音就可以運用啦。好啦，跟住咧就再去副歌咯喎。能不能就讓我留在你的同在裡，能不能？呢一度咧，其實咧就可以加少少咧一啲我哋叫做過渡嘅和弦上去啦。因為咧呢個位咧佢就係能不能，咁你左手咧其實又可以由 D 呢個音，跟住咧你可以再強勁啲，你加一個8度上去啦。咁啊由 D 跟住係 D sharp E， 就係咁樣啦。OK， 係聽起上嚟嗰個效果好勁啊，係啊。好似哇特別啲，能不能咁樣，即係好一個渴求嘅心咁樣咯。咁呢個其中一個位咧，就係可以做一個連接嘅。咁之前都有影片有提及過啦，由 D 去 E， 咁中間隔咗個D sharp， 咁咪噔噔噔咁樣咯，係啊。就係咁樣啦，得啦，係啊。好，繼續落去咯喎。讓我更多愛你，我哪都不想去，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獻上敬拜，全心愛。好啦，你呢度你就要諗定，我嚟緊咧，我究竟係要彈高音啊，定低音啊，定點樣咧？咁如果咧你想製造一個咧比較 grand 啲嘅效果咧，咁就係個答案咧就係高低音都一齊彈啊，咁樣咯。咁你聽下個效果會係點啦？全心愛，全心愛你，能不能？你聽得出咧？呢個就會有好 grand 嘅效果，就係低音再加高音，個音域咧就好廣咁樣咯。咁啊，你最簡單嘅彈法咧就係你譬如你彈呢個啦，135啦。咁你左手又彈低啲咁咯，右手又彈高啲咁，咁就已經得㗎啦。咁你話如果左手想加少少節奏落去咧，就係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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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om。咁我彈呢度俾大家睇啦，咁就會係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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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om， 就係咁樣啦。咁啊，大家就試下利用呢一種咁嘅方式啦，聽起上嚟咧就會即係再將整個氣氛咧再推高啲嘅，即係我哋由翻在你中獻上敬拜，全心愛，全心愛你，能不能就讓我留在你的同在裡，能不能是我的力量，我哪都不想去，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獻上敬拜，全心愛，全意愛你。好啦，結尾嘅時候咧，你就又係可以咧停喺個高音嗰度做一個結尾，咁就好似咧飄走咗咁。係啦，又或者咧，你用一個咧相對嚟講咧比較低音啲嘅，就係可能你彈呢度啦，咁你彈5、3、2、1滾軸咁樣，即係個效果就會係咁啦，碌上去啦，就係
係咁啦。咁希望咧大家咧可以咧，基本上就唔使話要好複雜嘅情況底下咧，你淨係為用高低音咧已經可以帶出唔同嘅層次噶啦。咁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啦。咁如果中意我嘅影片嘅話咧，記得 subscribe 同埋 share 開去啦。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